出事男嬰嘅父母周先生同太太戴住口罩見記者，提到個仔出事，多次忍唔住痛哭。見到 BB 佢抱埋嚟同我同埋媽媽一齊影相，嗰下真係好感動。因為我太太佢曾經試過有幾次流產，佢於是終於有 BB。佢哋嘅 BB 上個月24號喺仁安醫院出世，媽媽係剖腹生產。出世嘅第一晚，男嬰嘅心跳率最低跌到60。醫生解釋可能性包括心臟問題、感染或者腦出血。父母之後2度要求幫 BB 做磁力共振，但醫生都唔建議。又診斷男嬰係肺部受感染，為佢進行抗生素治療。不過 BB 嘅病情冇好轉，嘔吐嚴重。上個月30號轉到公立醫院。聯合醫院嘅腦掃描發現，男嬰後腦骨折，有腦出血，要再轉到伊利沙伯醫院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，目前情況危殆。醫生承認接生嗰陣用過產鉗，又指 BB 嘅腦骨折可以當做係佢造成，但係周太就認為事故有另一個可能。我哋亦都懷疑，好懷疑係咪之後嗰啲醫護人員處理我 BB 嘅時候曾經跌親我 BB 咯。醫生同我哋講話，頭嗰幾日出血嘅時候係嗰剎那係最危險嘅。最危險係。咁如果可以及早發現嘅時候，當然應該唔會，即係應該有人可以做到咯。仁安醫院副醫務總監梁國玲強烈否認 BB 曾經跌倒。我就知道絕無可能啦，即係 BB 冇跌過，亦都冇人揼親過個 BB。呢個我係絕對相信我員工。咁就因為我哋有問過晒嘅。至於話會唔會產前已經出現啊？呢啲有即係我哋會每一個可能性都需要考慮，但係呢個階段我嘅責任係理性分析，咁所以我要有多啲嘅資料，我先至可以有個判斷嘅。佢強調男嬰嘅生產過程跟足程序，有足夠嘅醫護人員在場，否認院方企圖淡化事件。仁安已經向衛生署呈報，星期4下晝會同男嬰嘅父母會面。